迄堆看起来那饲料的材料，袂输变魔术同款，真做美妙的料理，完全符合咱的正情所想的。迄天的伙食满意度，阮摕到有史以来上高分。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来哦，来倒搬菜哦。菜拄载转来到厨房，菜人都还袂落了，厨房班长就先喊阮关起来，因为伊看到迄堆脆糊糊的豆腐，还佫有那像互人当作粪扫、单调无爱高丽菜，甲变形的红菜头，开喙就骂：干！你是开钱去买饲料哟？咱呢当然毋是食素的，头拢无打就甲应讲。对，就是要来饲恁遮的猪啦。即句话，互班长起毛是真歹。你甲我讲看卖咧，哈！即堆漚货要安怎煮？听好，高丽菜含大头菜加红菜头切丝，加豆干做伙炒，白带鱼先煎过，豆腐红烧，两项则搁夹做伙。所以，当咱呢，甲各种菜式的组合，甲料理方式讲煞，班长手灵牙迄支菜刀，已经直接扑来到阮的面头前啊！干！你是挑故意要甲厨房创空哟？伊感觉咱呢设计这的菜，根本就是故意要修理厨房的人。高兰是一项菜，韭菜嘛是一项菜，食落去腹肚内，毋是共款高兰和韭菜，哈！使尔，你干那叫阮甲高兰切丝炒韭菜，会使做两项菜的时间，干那做这项菜，你安尼毋是咧糟蹋人？班长的遮尔掠讲，主要是听到咱呢叫因甲高丽菜、大头菜甲红菜头切做一丝一丝，才淋落去炒。讲安尼毋但色水好看，嘛加足好煲。毋过班长毋是安尼想。炒高丽菜就炒高丽菜，炒大头菜就炒大头菜。你叫阮切丝做伙炒，哈！你敢知影切丝有偌费气无？我就毋信切丝也是切地，食落去腹肚内吼，有啥物无共啦？无想到咱那个遐茶天火岛。哦，若照你安尼讲，食鱼、食肉、食饭、食菜，上尾出来竟然拢是屎。你哪毋规是食屎就好？我干！
咱的话还未讲煞，班长菜都拼咧都甲骂过去。可见班长虽然掠狂，毋过并无失去理智。毋过两个人才打起骹动手，阮伫要未互动的时阵，就听到营长讲：恁两个师傅师啊，今仔日要款啥物好料的，互阮食啊！听到营长的声，两只当咧车边的烧拍鸡仔随风开，甲阮做伙徛定定，甲营长行礼。营长好，刷入去一个面仔红记记，皮皮喘的站呢，哪敲无啊，哪讲。报告校长，阮的菜单是咸鱼卤豆腐、豆干烧香菜、三丝青酥、黄豆仔滚猪脚。听到这，营长雄雄插话讲：黄豆滚猪脚，你连好恁的菜都想会到哦。菜单听起来袂歹，有成饭店的菜单，有影是捌伫司令部的细间厨房食过的人。毋过恁即几个一味斋，无论啥物菜拢煮甲共一味的大师傅，敢做会出来？想袂到厨房班长哪像完全袂记起拄则的恩怨，头担担大声应讲：报告营长，阮无问题。真好，无用做恁啊！营长走了后，厨房班长甲赞咧上，毋过毋是臭面，颠倒是一种挡袂牢想要笑的表情。干，这种好烂的菜名，嘛干那恁遮的大专兵才想会出来。坦白讲，毋若厨房班长，连我这个菜尾之一，嘛是到这个时阵才知影，咱的葫芦内面是咧卖什么膏药。三丝青酥这项我捌，就是三种青菜，拢甲切做丝淋做伙炒。毋过豆干烧香菜，这是什么？我个想无呢？当我甲豆干烧香菜这几字写伫菜单面顶，准备要公告进前，心内犹原淡薄不安，走去问詹的讲：学长，你敢确定咱有买香菜的材料？迄个时阵，詹呢当咧厨房斗骹手，将迄堆又搁粗又搁臭的白带鱼剁做一块一块。伊目睭天大蕊，甲我钱，合家人讲。废话，当然嘛有买，就是豆干煮榨菜含菜脯啦。豆干切做一角一角，先落去煎，刷落去加同款切做一角一角的榨菜，菜脯加番仔姜做伙煮。要好起来进前，也葱仔煮啊。香菜是啥？榨菜含菜脯补起来，毋是切切。拜托你啦！你嘛发挥淡薄仔连续力好无？一点钟后，我袂当无承认，家己伫食的方面，若无联想力，甚至连一寡基本的常识都无。迄时煎过咸白带鱼，当啊卡起来，规间灶骹拢是片起来，互人腹肚枵的油气甲芳气。当我含赞呢，虽然玫瑰底啊，坐伫厨房外面的日头骹配馒头食的时阵，白带鱼的咸酥香，配馒头的嫩甲 Q， 对我来讲，根本就是人间上好的料理。
啥款？人间上好的猪味。毋是臭蛋的哦。我哪食目眶竟然那红，熊熊有一种幸福美妙的快乐。买手，我手烧煎3-4粒馒头的巴肚，咱是问真的讲，哇，你哪会知影？遐尔臭的咸鱼煎过了，会遮尔香，遮尔好食。伊那像嘛食甲马西，强要困去，含糊糊甲我应讲，啊，得厝人散过头啊，散乡人知影什么物件俗阁好食。啊，若好野人，因知影着无共款。好野人知影是真正好食的物件，贵的道理伫倒位？当年伊无缘无故讲的即句话，我一直记伫心内。毋过真正理解，煞已经是足侪冬以后的代志啊。会记起迄天中昼主要的菜是咸鱼卤豆腐甲豆干烧香菜。饭才食到一半，营长的勤务兵就走来通知。赞呢，营长叫恁两个菜马甲厨房班长，即马随去营部餐厅。班长听煞，大力甲手链的粉丝弹甲远，阴阴啊笑讲：哼，恁两个去发徛咯。恁爸陪恁去做伙去死咯！结果伊要了毋对。阮入去营部餐厅，发现所有军官犹原围伫饭桌坐，桌顶的菜食无完。饭无啊，连煲嘛无饭啊！报告营长，一声厨房班长紧张啊！因为饭无够食是伊的代志，甲菜马一丝仔关系都无。阮煮的量和平常时拢共款啊！我无怪你的意思，是今仔日的菜足好配饭，恁拢有用心啦。是。即项什么豆干烧香菜，虽罔有炸起的嫌疑，毋过我甘愿哄骗，这啥人的主意啊？班长建议的菜色、菜名是我黑白纸的。咱的头先足正经回答，毋过算入去就扮笑面讲。根据我的了解，伫前线欺骗长官是违死刑。若是要枪杀，报告营长，请枪杀我就好。我才无想要浪费枪子咧。解散，闪！是。咱来做人情互班长，班长当然嘛好意回报。迄天下晡，厨房的兵仔拢牺牲困中昼的时间，高工咧处理猪骹甲猪皮顶面的毛。无用规早起，爱困到要害去啊！七早八早起来，无甲即阵还无通休困，我要忝死。唉，拢嘛菜马，无代无志，变甲遮侪出头，计无用的啦。喂，恁是咧啰嗦啥货哈？即只猪是买的呢，互恁免钱算伊的毛，恁阁无欢喜哈？欢喜甲不得了啦！
暗顿主要的菜黄豆滚猪脚，正确的讲法应该是黄豆滚猪杂啊。甲配菜之一的三丝青酥，那像嘛真受欢迎，因为滚猪脚有汤汁会使搅饭，青酥互大家补甲过瘾，完全甲咱咧想的同款。所以迄天的伙食满意度，阮摕到有史以来上冠军。希望过顿工早顿的馒头、到巴达，还佫有砂糖，互真济老兵气嫌。毋过，较少年的兵仔选俄罗斯的特质，认为迄是军中足大的突破。即马回想起来，有影是安尼。毕竟，迄是40年前的时代，西洋式的早顿，准讲伫台湾本岛嘛要无时行，何况是外岛的金门。而且是伫上保守的部队内面。甲早呢斗阵的时间无讲介久，毋过伫短时间内接触的过程中，煞会使看到即个人某种的特质，有理就大胆。认真、务实、高变巧、假突破，而且个性刚傲。这款人伫这种所在，其实有影真适合行政治这条路，亲像咱咧对家己的期待。只是1973年热人。伊退伍离开金门了后，我就毋捌搁再见过伊。毋过，拄着我想到伊的时阵，总是相信即款的人应该会对某一个所在偷偷啊步出来才对。但是真奇怪，哪会拢无看到伊的影？几当前伫香港机场，有一个人主动过来甲我烧酒问：“吴导演你好，你是？歹势，我婚林部中人啦。请问导演，敢还阁会记得詹某某即个人？当然会啊，阮较早捌伫金门斗阵做兵过啊。会记得吼，伊进前定定甲我讲着你呢。伊即摆咧做啥？是毋是咧行政治？无毋对，捌行过一站啊。哦。毋过真可惜，伫乡民代表任内过身去啊。哪会安尼？心脏病。安尼哦。过身的时阵几岁啊？无确定呢，足少年呢。可惜。真正可惜，伊最优秀的嘛真冲。有影可惜，也无我最想要知影，即款的人即马若要伫咧，伊到底为伊四周边的人设计出什么款的菜色咧？
今仔日的广播剧，迄个人甲遐个菜下集是由吴念真原作，罗江师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詹的林玉雪演出，阿钦、李凤静演出，厨房的班长关凯音演出，厨房的阿兵哥颜成温、苏兴生、王家仁演出，勤务兵郑兴新演出，营长林依婷演出，保中人郑振营演出，导演罗江师演出。讲出心内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高静芬，图念林美珍。米粉凉啊，口较讲的嘛知影，米粉爱趁烧食，凉去的米粉气味歹。外味歹消化，但是以性命做鼎，生活做前时，炒出来这盘米粉，总是因为现实耽误，渐渐变凉。现实就是无权无势头，化人袂叮当，所以记情的妈妈好心炒的米粉无销路。若准换做大官好，请人食，小下小客嘛要食一碗，人情无哪纸，一下米粉就变凉啊！甲新闻人的现实比，千骨肉的现实，毋那是一张纸尔尔，搁较亲像一支剁肉斩骨的菜刀，这个刀啊，互咱屈强。变软正，目睭金金，看亲人甲家己的人生放伫肉点顶，剁甲脆糊糊、鱼咧咧，摕来炉顶炒一盘香滚滚的米粉，甲安怎香？我想嘛无人食的落后，米粉自然慢慢会变凉。你若掠准，安尼就叫做现实。未免伤过落痛啊！无名的命运，才是活跳跳的现实。伊毋那是刀啊，遐尔简单，伊是一支冷箭。刀来你会当避，钱来你无落闪。生活中的破病、散赤，亲像淹大水做风台，你较安怎防？天公伯啊！若毋准煞。嘛是无较蛇，这就是现实的生活。伫吴念真先生这篇米粉凉啊的故事内底，咱会当感受到小人物受到现实生活的拖磨，无人法度的无奈。不管米粉有偌尔香，凉啊，就记在伊凉吧。现实的生活，一般般的炒米粉。凉啊！咱就勇敢配烧落落的目屎，做伙甲吞落去啦！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介意做伙，唠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专门客，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
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今仔日同款邀请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来挑战咱今仔日的台语教室。第一位是咱艺术研究所的吴婉玲。大家好，我是婉玲。好，还有咱台文系王祖和。大家好，我是祖和。好，第三位同款是咱台文系王维进。大家好，我是维进。另外，今仔日伫咧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台湾歌册协会前理事长萧凌春老师，萧老师你好。大家好。另外，还有2位提供台语翻译的台语老师哈，一位是咱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老师，也还有台文家事物计划发起人吴希美老师。好，所以来进行咱今仔日第一个题目。整个厨房弥漫着令人饥肠辘辘的油气和香气。整个厨房弥漫着令人饥肠辘辘的油气和香气。规个灶骹充满着，互人腰甲大肠过小肠。黑嘛是会使啊，是啊，油香开香，还是会气还是开？油气吧，油气。油香，还是油香直接。好，来，维进来。规个灶骹充满着，互人腰甲大肠过小肠的油香。好，萧老师请指导。这油气较香气，一个气，但是台语就无共。油气较香。一个是油，一个是香气。油气甲香气。较香气。油气较香气。过来分来什么？过来饥肠辘辘，伊迄辘辘，你毋知捌看过迄较早古镇迄唱水的迄个辘辘无？迄个古镇的迄个。炸迄个色迄个露露，迄个，所以迄唱水的，声出去，我倒来要买，落去吼。所以机场路路，我是讲姚瑟瑟，姚瑟瑟，应该捌听过，姚瑟瑟，规间灶骹充满互人姚瑟瑟的油气甲香气。好，咱来听其他2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陈鸿辉老师。规间灶骹就是，互人大肠过小肠的油味甲香气。好，顺利是吴希美老师。迄2两个香气呛甲规灶骹，红艳甲大肠过小肠。大肠过小肠哈。好，互咱可能好朋友有同学做参考。再再来第2个题目。吃着吃着，竟然有一种令人眼眶湿润、幸福美好的快感。吃着吃着，竟然有一种令人眼眶湿润、幸福美好的快感。好来听，竟然有一种互人口红、幸福美好，幸福美好的快感，幸福美好的感觉，感觉。食竟然有一种使人目眶红、幸福美好的爽快感觉。好来，老师请。这里，说一种红，将腔是讲红，全腔是讲红拍，这红甲红。都是互人的合音，互人安怎？这里所有一种红目眶湿润、红诶足台语的感觉。你若互人嘛是要直接，那是给人让人使人幸福美好的，过来这个快感，台湾话有咧讲，跳头，咁捌听过？跳捌啊。跳头，畅快唱，跳，落跳的跳，落跳的跳，
迄个向大声听背后，这个剧咱家己以前拢常常咧讲吼，剧迄头毋是头尾头，迄头是一种感觉吼。好，感谢肖老师。所以，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先来听陈宏伟老师。这类煞有一款互人目眶澹澹、幸福美好、爽快的感觉。再来是吴希美老师。入喙了后，竟然目眶澹澹，当时这就是幸福的滋味啊，有够痛乐。好，互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参考。选入去第三个题目。他似乎也在舒坦之至的半睡状态，含含糊糊地说。他似乎也在舒坦之至的半睡状态，含含糊糊地说。来请。伊那像我伫宿舍觉，半困半醒，半困半醒，哪困哪醒还是半困半醒？哪困哪醒？状况，状况，甘好的讲，甘好好，会讲。伊敢若嘛伫宿舍觉，会半困半醒，状况甘好的讲。老师请。他似乎也在舒坦之至的半睡状态。这杜明听有无？有。而且我是用杜明较好。杜姑是拄的，杜明是咱要过去啊。所以讲，伊若像也伫处在杜明状态，含含糊糊讲。含糊，家己有咧讲。好，感谢肖老师。所以来听陈宏伟老师的讲法。伊敢若嘛伫上宿舍半困的状态，含糊讲。再来是吴希美老师。伊若像嘛当咧痛，人也袂精神，含含糊糊讲。好，含糊，拢是含糊的意思哈。好，选入去第四个题目。没头没脑，跟无头形。无头无脑。无头形。无头形，敢是没有逻辑。无头形。好，无头形，请老师。没头没脑，伊意思到底是啥物？佮台湾话讲无头形，啥物意思？是讲没头没脑甲无头形，意思哇，无头形，我来先讲咱较熟个，无头形啥物意思？无头形就是讲话无前后的迄个关联。无头形就是讲做代志，做代志无迄个线呀，线线啊，你好，线，袂使讲线，嘛使讲线线啦吼，线，无头无形，无头形是线，过来没头没脑，这个翻译到底是咧讲啥？唔知安怎，没头没脑，没来由的，没来由的，没来由的。莫名其妙，搞不懂他在说做什么，这块的意思都是没头没脑，所以刚刚无头形的是讲健忘，意思较远啊。好，所以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来听陈宏辉老师。无头形。好，无头形，再来是吴希美老师。当年迄句话，我三无长头。到今也会记得。好，互咱可能好朋友甲咱的同学做参考哈。好，上尾一个题目。今天的菜下饭。就简单。啊？应该就简单吧？
真好配饭，哦，真好配饭，今日的菜真好。今仔日的菜真好配饭。好，今仔的菜真好配饭，来，肖老师请。我喜欢做今仔日的菜配落饭，配落饭，较真好配饭，歪的。啊，对下饭，这个民俗来讲，可能配落饭哇。菜要下饭，咸度要够，油度要够。咱台湾人去讲，人姐听你讲话就知影台胞为什么呢？因为你说的不是他们那边的话。今天的菜下饭啊！就一听你无讲字，也无甘炖，听就知影你是台胞。好，多谢肖老师。再来听今仔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哈，咱先来听陈芳辉老师。今仔日的菜配饭真好，配饭真好。好，再来吴希美老师。是今仔日迄菜好食甲饭加推滚老满。好，希美老师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哈。好，上尾时间交予肖老师为咱今仔日同学表现做一个讲评。台语的愿望是恁这阵青春少年兄、少年姐，兄姐是一种称呼，毋是咧讲较老吼。真欢喜看到这个少年辈台语较做老，感觉真安慰吼。恁是家己报名来的，是学校派的？是老师派来吗？家己报名，家己报名的啦。家己报名，家己报名。哦，家己报名的。大家鼓励。好胜。好不好？大家鼓励。这种气念，就是讲，家己看家己家己的能力到底到什么程度，深切是在人目。古早甲现代嘛是在人讲，就是讲台语本身更较严重的是台文，台语甲台文会当进行一言发展到一个地步，会当大众化，安尼真正就爱感谢天，感谢地。好，多谢肖老师的勉励，嘛感谢三位同学今仔日来到咱台语教室的单元，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局内面演班长的郭凯欣。今仔的节目听煞，唔知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嘛会使写问卷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相送，欢迎你做伙来斗闹热，请上专门客电台详细了解。三时青所这项我捌，就是三种青菜拢甲切做丝淋做伙炒，毋过豆干烧香菜，这是什么个无呢？
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课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课电台制作、监制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小林村、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祖贤、上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详细音乐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也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8点档》，也有仪式，欢迎准时收听。善乡人知影什么物件俗阁好食，若好野人，因知影就无共款。好野人知影是真正好食的物件，贵的道理伫倒位？这项什么豆干烧香菜，虽然有诈欺的嫌疑，不过我甘愿哄骗，这些人的主意啊！喂，恁是咧啰嗦啥货哈？这只猪是买的呢，互恁免钱生意的摸，恁阁无欢喜哈？